你屋企個藥箱或者化妝台上面係咪都放住一罐黃金金或者白雪雪嘅凡士林？呢樣嘢真係由我哋阿爺阿嫲嗰代就已經用到而家，號稱係萬用神膏，幾蚊雞有一大罐，好似擦邊度都得咁。但係你知唔知呢罐嘢如果用錯咗，分分鐘唔係護膚而係毀容。網上面成日有人講話凡士林擦完之後，成面生晒一粒粒白色嘅脂肪粒，又或者搞到皮膚發炎、爆瘡爆到七彩，究竟係咪真嘅呢？其實好多人由頭到尾都買錯咗，甚至連黃色同白色凡士林嘅分別都分唔清，就咁攞上手就碌落塊面度，咁樣真係攞自己張臉嚟教飛啊！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凡士林嘅驚人真相，由佢嘅成分、色澤嘅秘密，到點樣用佢嚟救返你，對乾到好似樹皮咁嘅腳跟，甚至係點樣用嚟保養你啲名牌皮具，一次過講晒俾你聽，記得聽清楚啦，因為呢啲資訊分分鐘幫你慳翻幾千蚊美容費同埋維修費。我哋首先要由呢個凡士林嘅身世講起。凡士林呢個名其實係一個品牌名，佢真正嘅化學名叫做石蠟脂，英文係 petroleum jelly。呢樣嘢其實係喺1859年由一個叫切斯勃魯嘅化學家喺油井度發現嘅。當時啲工人發現鑽井機上面有一層厚厚嘅蠟狀物體，雖然好麻煩，但係如果工人切親或者燒傷，佢哋就會將呢啲原油殘渣搽喺傷口度，發現竟然好得好快。切斯勃魯見到呢個商機，就用咗差唔多10年時間去研究點樣過濾同淨化呢啲物質。最後喺1872年，佢正式將呢種淨化過嘅石蠟脂命名為凡士林。所以呢凡士林呢樣嘢其實已經存在咗喺呢個世界上150幾年咁耐，係名副其實嘅百年老牌。咁講返重點，點解有人用完會毀容？關鍵就係在於嗰隻色。你平時去藥房或者超市，係咪會見到有啲凡士林係淡淡地黃色，有啲就純白色，好似雪咁？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哋只係包裝唔同，或者純粹係心理作用嘅。嗰隻黃色凡士林通常被稱為醫藥級或者工業級嘅初階產品，佢嘅淨化程度相對冇咁高，入面可能仲殘留咗一啲原油中嘅雜質，例如係一啲芳香烴或者礦物油成分。如果你係20零30歲，皮膚仲係好旺盛、容易出油嘅後生仔女，你將呢種黃色凡士林擦落去塊面度，啲雜質好容易會阻塞你個毛孔。再加上凡士林本身嘅物理特性就係封閉性極強，佢好似保鮮紙咁，將你嘅毛孔封死。如果你入面本身已經有啲污垢或者油份，再加埋黃色凡士林入面嘅雜質刺激，咁就會好容易引發閉合性粉刺，甚至係大家最驚嘅脂肪粒。講到脂肪粒，我要同大家平反一下。其實醫學上冇真正嘅脂肪粒呢個詞，大家平時見到眼周圍一粒粒細細白色嘅嘢，好多時係粟粒腫。雖然凡士林入面嘅油脂唔會直接變成脂肪粒，但係因為佢太厚太焗，如果你的皮膚角質層代謝唔好，或者你本身係油性皮膚，呢種強力嘅封閉性就會令到皮脂排唔出嚟，最後形成粟粒腫。所以如果你係想擦臉，或者你本身係敏感肌，記住一定要揀白色凡士林，即係 white petrolatum。白色凡士林係經過多次過濾同高度精煉，去走咗大部分嘅雜質同顏色，純度極高，係醫療上用嚟做藥膏基底嘅標準。好多皮膚科醫生都會叫啲患有嚴重濕疹或者皮膚極度過敏嘅病人用白色凡士林，就係因為佢成分單純，唔會引起化學性過敏。但係就算你買啱咗白色凡士林，如果你用錯方法，一樣會出事。好多人覺得皮膚乾就托一大羹，凡士林直接擋落塊面度，咁樣做法係大錯特錯特錯。你要記住，凡士林本身係唔帶水分嘅。佢嘅功能唔係補水，而係鎖水。如果你塊面本身已經乾到好似沙漠咁，你直接搽凡士林，只係封住咗個沙漠，入面依然係冇水。正確嘅做法係喺你洗完臉或者啱啱噴完保濕精華，趁住皮膚仲係濕濕地嘅時候，攞大概1粒米咁大嘅凡士林喺手掌心搓熱搓勻，然後用按壓嘅方式輕輕壓喺臉部乾燥嘅位置，咁樣做
凡士林先至可以發揮佢保鮮紙嘅功能，將你啱啱補充嘅水分鎖喺皮膚入面。呢個方法喺北方凍到抽筋或者冬天開冷氣嘅時候特別有效。如果你係嗰啲50幾、60歲，皮膚油脂分泌已經好少嘅老人家，咁樣用凡士林真係可以救返你張臉，唔使買嗰啲幾千蚊一樽嘅抗老霜。講完塊面，我哋一定要講下嗰對樹皮腳。好多人無論係返工要長行長企嘅，定係平時中意着涼鞋嘅女仔，去到冬天或者換季嘅時候，個腳跟位就會乾到裂開，甚至會滲血，行路都痛。嗰種裂紋一條條黑麻麻咁，真係好似樹皮咁肉酸。去美甲店做一次腳部深層護理要幾百蚊，其實你自己喺屋企用幾蚊雞嘅凡士林就可以搞掂。呢個方法我叫佢做凡士林足部。SPA， 首先你先用暖水浸腳大概15分鐘，等啲死皮軟化。浸完之後用磨腳石輕輕磨走表面啲老舊角質，但係記住唔好磨得太狠呀，唔係會受傷。磨完之後，趁住對腳仲係微濕，你重手啲擦一層厚厚嘅凡士林，特別係腳跟裂開嘅位，要用力按摩入去啲罅隙度。跟住落嚟係關鍵，你要攞2塊廚房用嘅保鮮紙，分別包住對腳，然後再套一對厚嘅棉襪。咁樣做係為咗利用體溫嚟產生溫室效應，令凡士林可以深層滲透入去角質層。你就咁樣瞓一晚，第二日朝早起身拆開佢，你會驚訝咁發現你對腳竟然變得好似 BB 咁滑。原本嗰啲樹皮紋起碼消失咗7、8成。如果你連續咁做3、4晚，我保證你對腳跟可以變返晒，滑溜溜，連你自己都唔敢相信係真嘅。呢個方法比起你去買嗰啲幾百蚊嘅觸膜更加安全，因為好多觸膜含有強酸成分，會令到皮膚大面積脫皮，反而容易引起過敏。除咗護膚，凡士林仲有一個令所有女士都興奮嘅功能，就係名牌皮具保養。你屋企係咪有1、2個心愛嘅真皮手袋，或者幾對好貴嘅皮鞋？皮具呢啲嘢如果太乾唔打理，係會起皺、龜裂，甚至會掉皮。市面上啲皮革保養油隨時要100幾、200蚊一支。其實凡士林嘅主要成分同皮革保養油入面嘅礦物油係大同小異。對於一啲已經開始變硬或者失去光澤嘅真皮製品，你可以用一塊乾淨嘅棉布，沾少少凡士林喺皮具上面打圈咁抹。凡士林可以滲透入去皮革嘅纖維入面，提供油脂，令皮革重新變得柔軟有光澤。而且凡士林仲有一種天然嘅防水效果，喺落雨天之前，喺你對皮鞋上面薄薄咁擦一層凡士林，就等於幫佢着咗件透明雨褸，水珠會直接流走，唔會滲入去皮具入面，搞到發霉。不過記住，呢招只可以用喺光滑嘅真皮或者人造皮上面。如果是仔皮、絨面皮或者係好淺色嘅小羊皮，就千祈唔好用凡士林，因為會留低油漬點。講到呢度，你係咪覺得凡士林簡直係神藥？但我要提醒大家，凡士林雖然好用，但佢有一個致命傷，就係怕熱，因為佢係石油副產品。佢嘅熔點大概係30幾到40幾度左右。如果你將凡士林搽喺塊面度，然後去曬太陽，咁你就真係毀容啦。因為凡士林會喺你面上形成一層油膜，呢層膜會吸收熱量，令你皮膚表面溫度升高。加上佢封閉咗汗腺，啲汗排唔出嚟，好容易會導致光敏感或者引起熱痱。所以凡士林最好係夜晚用，或者係你留喺室內嘅時候用。另外仲有一個好多人會犯嘅錯，就係用凡士林嚟擦傷口。你可能會話，頭先你先講完嗰個化害家係見到工人擦傷口先發明佢害，係凡士林係可以保護傷口，但前提係個傷口一定要係完全乾淨，已經消毒嘅。如果你個傷口入面仲有沙石或者細菌，你直接封層凡士林落去，就等於幫啲細菌起咗個溫室，等佢哋喺入面瘋狂繁殖，最後搞到傷口發炎流膿。所以喺屋企處理小傷口，一定要先用生理鹽水洗乾淨，抹乾咗先可以搽凡士林。其實凡士林仲有好多偏門但係超好用嘅玩法，例如你戴耳環嘅時候，如果個耳窿好耐冇戴，變到好細，夾硬塞入去會好痛，甚至流血。呢個時候你喺耳環針上面擦少少凡士林，佢就起到潤滑作用，
輕輕一推就過咗去。又或者你嘅拉鏈成日卡住拉唔喐，擦少少凡士林喺拉鏈齒上面拉多兩下就順晒。甚至係如果你有噴香水嘅習慣，但係覺得啲香味好快散，你可以先喺手腕位置搽少少凡士林，再噴香水。凡士林嘅油脂可以鎖住香水分子，令香味持久度增加多2-3個鐘。講凡士林嘅價錢，喺香港啲藥房一大罐白色凡士林可能都係賣20-30蚊，比起嗰啲幾千蚊嘅護膚品，佢嘅性價比真係高到離譜。但係大家要記住，護膚唔係越貴越好，亦都唔係越多越好。用凡士林嘅最高境界係少量精準，無論係擦手、擦腳定係擦臉，都唔好貪心。如果你係嗰啲廿幾歲嘅油性肌膚，凡士林對你嚟講可能真係太多餘，甚至會係負擔。但如果你係40幾、50歲，皮膚開始感覺到留唔住水分，或者你長期喺冷氣房做嘢，咁凡士林就係你嘅救命草。總結一下，凡士林絕對唔會無端端令你毀容，除非你買咗雜質多嘅黃色凡士林，或者你喺唔乾淨、太油膩嘅皮膚上面瘋狂疊加。揀凡士林，認準白色、純度高、醫用級呢幾個標籤就實冇死。無論係幾蚊雞嘅預算，定係幾千蚊嘅皮革，只要你識得用呢罐嘢，都可以變成你生活入面嘅最強外掛。唔好再聽人講凡士林生脂肪粒就將佢掉入垃圾桶。嗱，試下我教你個招，保鮮紙包腳，或者係喺乾裂嘅手指罅上面薄薄搽一層，你就會發現呢個150幾年前嘅發明，到咗今日2026年依然係咁好使好用。護膚呢樣嘢最重要係了解自己嘅皮膚需要，再配合啱嘅產品同方法，咁先至可以美得持久、美得健康。下次去藥房記得帶罐白色凡士林返屋企，幫自己同屋企人做反場全方位嘅保養啦。你知唔知你屋企廚房其實收埋咗一個化學武器庫？係啊，我就係講緊你頂頭嗰部，每日陪住你煮飯，但係你可能1年半載都未必會認真望佢一眼嘅抽油煙機啊。好多人以為只要部機仲識轉，仲吸到煙就冇問題啦。但係你試下攞把梯爬上去，用手指摸摸嗰個油杯或者個風扇位，嗰種黐立立黑麻麻，仲要帶住陣酸醋味嘅陳年舊油，分分鐘污糟過出面啲地溝油啊！如果你發現屋企部機開始細聲咗，或者煮完餐飯陣油煙味喺客廳散極都散唔去，甚至係煮下飯嗰陣有1-2滴好似黑醋咁色嘅濃縮油滴落你個鑊裏面，恭喜你，你部機已經病入膏肓啦！今日我就要同你哋分享一個我研究咗好耐，試過無數次，連嗰啲做咗20-30年嘅清潔師傅都未必肯話你知嘅，唔使出力清潔絕技。聽清楚啦，係唔使你用鋼絲擦死擦爛擦，唔使搞到成手油漬，只要10分鐘就可以令到啲陳年黑垢好似雪糕咁溶晒落嚟。而且我仲會額外送多3招私藏秘笈俾你，只要你跟住做，我保證你部抽油煙機用夠10年都仲係好似新嘅一樣，完全唔會生鏽，吸力仲好似第一日買翻嚟咁勁。我哋先嚟講下點解抽油煙機啲油咁難搞。好多人平時清潔就係攞塊濕布抹下個殼，以為咁樣就叫乾淨。其實最恐怖嘅嘢係收埋喺入面個風扇葉同埋嗰個內膽，啲油煙被吸上去之後，遇到冷空氣就會凝固，變咗一層厚厚嘅膠質。呢啲嘢唔單止係污糟，仲會增加風扇嘅重量，令到個摩打愈行愈慢，最後燒咗個摩打。你諗下，如果你每日都孭住10幾斤嘢行路，你都辛苦啦，何況係部機？好啦，直入主題，我教你呢招10分鐘溶解術。首先你要準備幾樣嘢，全部喺屋企、廚房或者超市都一定倒到。第一係熱水，一定要係啱啱煲滾嘅滾水。第二係普通嘅洗潔精。第三係關鍵啦，就係過碳酸鈉，即係我哋平時講嘅氧係漂白粉。如果你屋企冇，用蘇打粉加白醋都得，但效果就慢少少。你要做嘅第一步唔係拆機，而係先熱身。你先燒開一大煲滾水，然後喺個抽油煙機下面放一個大盤，或者如果你個灶台驚整污糟，你可以用啲大垃圾袋鋪好佢。接住落嚟，你要將洗潔精同個碳酸鈉按1:1嘅比例混和，
加少少暖水，搞到佢變咗糊狀。呢個時候你部抽油煙機係關緊嘅，你將呢啲強力去油膏搽晒喺個風扇葉、過濾網同埋所有見到油嘅地方。點解要咁做？因為過碳酸鈉遇到水會釋放氧氣，產生大量微細氣泡。呢啲氣泡會滲透入去啲油垢入面，將佢哋由金屬表面推出嚟。搽完之後，你等大概3-5分鐘，你會見到啲黑油開始變色，由黑色變深啡色，再變到好似奶茶咁嘅色。呢個時候最神奇嘅步驟嚟嗱，你攞個噴壺裝滿熱辣辣嘅滾水，對住啲搽咗去油膏嘅位噴，你會發現啲油完全唔使你用手抹，佢會自己順住啲水流落嚟。如果係啲真係積咗好多年，好似硬殼咁嘅油，你可以用個舊牙刷輕輕掃一掃，真係輕輕掃仔喎，啲油就會好似溶咗嘅朱古力咁，成片咁脫落。呢個過程我實測過，如果係普通污糟，5分鐘搞掂；如果是陳年黑垢，10分鐘絕對溶晒。清潔完之後，記得用清水再抹一次，將殘留嘅清潔劑洗乾淨。呢個方法最正嘅地方係佢唔會傷到部機嘅防鏽層。好多人中意用嗰種強酸強鹼嘅洗惡劑，係好快乾淨，但抹完之後你會發現部機嘅金屬面變得好啞色，甚至開始出現一粒粒黑點，嗰啲就係生鏽嘅前兆。講完清潔，我哋依家講下嗰3招保養秘笈。呢3招係我喺一個老牌電器維修師傅口中套出嚟嘅。佢話如果個個客都識呢3招，佢哋呢行就真係執得啦。第一招，保鮮紙防鮮。好多人最驚洗油杯，因為嗰個杯入面啲油又濃又臭，倒又倒唔乾淨，洗又要洗半日。其實方法好簡單，你每次洗完個油杯，抹乾佢之後，入面墊一層保鮮紙，或者喺保鮮紙上面再加少少疊好嘅廚房紙。下次清潔，你只需要成層保鮮紙攞出嚟丟咗佢，個油杯入面仲係乾乾淨淨，連水都唔使過。呢個動作雖然簡單，但係可以節省你90%嘅清潔時間。第二招，預熱清潔法。呢招係最少人知，但係最有效嘅。好多人煮完飯熄咗火就即刻熄埋抽油煙機，其實係錯嘅。煮完飯嗰陣個爐頭仲有餘熱，抽油煙機個機身同風扇葉亦都係熱嘅。呢個時候啲油係處於最軟、最容易流動嘅狀態。你應該喺熄火之後，讓部機繼續行多5分鐘。呢5分鐘佢會將殘留喺廚房裏面嘅油煙徹底抽走，同時利用餘熱，令到啲新嘅油漬流落去油杯，而唔係凝固喺扇葉上面。如果你肯堅持每日咁做，你部機1年拆1次出嚟洗都仲係好乾淨。第3招，薄油防護術。點樣可以保證部機10年唔生鏽？你要明白，金屬生鏽係因為接觸到空氣中嘅氧氣同水分。當你徹底清乾淨部機，抹乾水之後，你要攞少少乾淨嘅食油或者係嗰種工業用嘅潤滑油，沾喺塊布上面，將成部機所有不鏽鋼嘅地方，包括入面嘅內膽，好似打蠟咁抹一層，好薄，薄到幾乎睇唔到嘅油膜。呢層油膜就係最好嘅保護層，佢可以隔絕空氣，而且下次有油煙噴上去嘅時候，佢會噴喺呢層薄油上面，而唔係直接噴喺金屬度。下次你清潔嘅時候，一抹就甩，就好似易潔鑊咁嘅原理。好多人問我咁樣清潔會唔會好麻煩？其實我想同大家講，照顧屋企就好似照顧自己身體一樣。你諗下，如果你日日呼吸嗰啲帶住陳年油漬味嘅空氣，對你個肺會有幾大影響？有好多研究都講過，長期吸入廚房油煙係女性患肺癌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所以用10分鐘時間清潔部機，其實係為咗你同屋企人嘅健康。我記得我以前仲係20零歲，啱啱搬出嚟住嗰陣，完全唔識呢啲嘢。部抽油煙機用咗3年，入面啲油厚到連風扇都轉唔喐，最後要成部換咗去。嗰陣時換部機都要3-4千蚊，對於一個啱啱出嚟做嘢嘅後生仔嚟講，真係好肉痛。後來我遇到嗰位維修師傅，佢教咗我呢啲方法，我依家屋企嗰部機用咗超過10年啦，仲係閃閃靈，好似新買翻嚟咁。我啲朋友嚟我屋企食飯，個個都問我係咪啱啱裝修完。
你要記住，清潔唔係要用暴力，係要用努力。嗰啲死命拆、死命刮嘅方法，只會破壞部機嘅表面，令到佢以後更加容易沾油，更加容易生鏽。用我教你呢個溫和但強效嘅溶解法，再加上嗰3招日常保養，你就會發現，原來做家務都可以咁優雅、咁輕鬆。仲有一點好重要，好多香港屋企嘅廚房都比較細，通風未必最好，所以抽油煙機嘅效率直接決定咗你屋企嘅空氣質素。如果你發現你屋企牆壁開始發黃，或者櫥櫃面經常黏手，咁就證明你部抽油煙機已經唔夠力啦。唔好諗住買嗰部新嘅就得。如果你唔學識點樣去保養，新機用2、3年又會變返舊樣。最後我想再提醒下大家，清潔嘅時候記得戴返副膠手套。雖然我教你呢個配方已經比外面啲化學清潔劑溫和得多，但係過碳酸鈉始終係鹼性，長時間接觸皮膚會令到手部乾燥。我哋要愛惜部機，更加要愛惜自己對手。如果你今日聽完我講，真係打算去試下呢個10分鐘溶解術，我建議你依家就去廚房睇下部機係咪已經積咗層厚油。唔好等聽日，唔好等大掃除，依家就去煲埋個煲滾水，試下個效果。我相信當你見到啲黑油好似瀑布咁流落嚟嗰陣，你一定會覺得好治癒，好有成就感。其實煮飯應該係一件開心事，唔應該被呢啲油煙問題困擾。當你部機吸力夠勁，廚房冇晒嗰陣油搓味，你煮飯嘅心情都會好啲，煮出嚟嘅都好實歇啦。希望呢分享可以幫到大家，令到你哋嘅廚房重新變返一個乾淨舒服嘅地方。記得唔好等到部機壞咗先嚟後悔，保養永遠勝過維修。今日就開始行動，俾你部抽油煙機一個重生嘅機會，亦都俾你屋企人一個更健康嘅環境。在一條繁華的商業街上，你可能看到2個截然不同的場景，一邊是廉價折扣店的貨架上堆滿了售價不到$30線頭鬆散的牛仔褲，而另一邊，在高端買手店的玻璃櫃裡，一條標注501編號、復刻自1947年的牛仔褲，卻被標上了500甚至上千美金的天價。這2個極端的存在，竟然都貼着同一個紅色的標籤，那就是丹寧界的鼻祖李維斯。很多人會覺得奇怪，這到底是品牌價值的崩塌，還是經營策略的神來之筆？一條牛仔褲憑什麼能從超市裡的打折貨搖身一變成為收藏家眼中的藍色金子？這背後隱藏的發財密碼，不僅僅是一個品牌的興衰史，更是一場橫跨170多年、席捲全球的文化入侵。故事的起點要回溯到1853年的舊金山，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淘金熱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險家。利惠斯特勞斯當時只是一個從巴伐利亞移民到美國的年輕小伙子，他帶住一些帆布和雜貨來到西海岸，準備大幹一場。最初，他並不是想做褲子，而是想賣帳篷和馬車蓋布。然而，他很快發現在礦區工作的礦工們面臨着一個巨大的難題。由於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普通的棉布褲子極易磨損，尤其是口袋邊緣，經常因為裝滿沉重的礦石樣本而撕裂。這時候，一個名叫雅各布·戴維斯的裁縫出現了，他提出了一個天才般的想法，在褲子口袋的受力點上打入銅鉚釘。這個小小的改動徹底改寫了服裝的歷史。1873年5月20日，利惠和雅各布正式獲得了鉚釘工裝褲的專利，這一天也被公認為牛仔褲的誕生日。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種褲子僅僅是耐用的工具，和時尚沒有半毛錢關係。它被稱為腰部工裝褲，採用了厚重的丹寧布，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原牛。那時的牛仔褲沒有腰帶環，只有用來繫背帶的扣子，後腰處還有一根吊結鬆緊的巴黎扣。這種設計在當時的環境下非常實用。為了確保質量，利惠公司甚至設計了那個著名的雙馬拽褲商標，意在告訴消費者，即便是2匹壯馬向相反方向拉扯，這條褲子也絕不會斷裂。這種硬朗可靠的形象深深植根於美國工薪階層的血脈之中。然而，隨着專利在1890年到期，競爭對手紛紛湧現，李維斯為了區分自己的產品，開始給不同款式的褲子編製序號，其中最高等級的產品被賦予了501這個代號。這個數字在後來的100年歲月裡成為了牛仔褲領域的神諭。隨着時間的推移，李維斯不斷調整細節，比如在1922年，因為皮帶開始流行，他們增加了皮帶環。在1937年，因為很多顧客投訴鉚釘會畫傷馬鞍或椅子，他們將後口袋的鉚釘改為了
隐藏式，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实用主义的演进。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物资紧缺，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制衣商减少金属和面料的使用。李维斯不得不取消了后腰的巴黎扣和表带上的铆钉，甚至连后口袋上的双弧线、缝线都改成了手绘。这些被为节省物资而做出的牺牲，反而让大战款501成为了日后复古爱好者疯狂追捧的稀有珍品。战后，牛仔裤不再仅仅是矿工和农民的制服。随着好莱坞电影的崛起，马龙·白兰度在电影中穿着李维斯展现出的反叛与不羁，詹姆斯·迪恩那充满忧郁气息的丹宁背影，让牛仔裤迅速在青少年群体中炸裂开来。它从底层的劳动服一跃成为酷文化的象徵。进入20世纪60、70年代，李维斯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属于嬉皮士、摇滚乐和自由主义的年代。牛仔裤被年轻人磨烂、漂白、透花，它代表了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李维斯在这个过程中疯狂扩张，从美国走向全球。然而，盛极必衰的规律在商业世界里同样适用。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大众市场的饱和以及卡尔文、克莱恩等设计师品牌的冲击，李维斯开始显得有些老气横秋。为了维持销售额，李维斯做出了多个足以影响品牌命运的决定。首先，他们开始大规模进入像沃尔玛、希尔斯以及后来大家熟悉的折扣店。这种下沉市场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带来了巨额现金流，但也带来了毁灭性的代价。当你在折扣店的篮子里随便翻找就能看到那些剪裁平庸、面料普通且产地混乱的李维斯时，他在高端时尚圈的地位便开始坍塌。对于追求质感的玩家来说，那些印着产自海地、墨西哥或越南标签的廉价或根本配不上李维斯这3个字。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李维斯已经沦为了烂大街的超市品牌。这种品牌形象的割裂让李维斯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就在李维斯在美国本土逐渐平庸化时，大洋彼岸的日本却正在酝酿一场复兴运动。日本人对美式复古文化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二战后，大量美军驻扎日本，留下了大量的二手牛仔裤。日本的藏家们发现，早期李维斯所使用的面料、染料以及老式梭织机织出的红边布，拥有着现代大规模生产所不具备的独特质感。当李维斯自己在追求效率，放弃红边布，改用成本更低的拉链和化学染色时，日本的丹宁发烧友们却在苦苦寻找那些产自1971年之前的带有大写字母红旗标的旧货。这种需求催生了所谓的日本丹宁五虎，他们开始研究如何复原那些古老的纺织工艺。李维斯总部意识到自己手中握着一座无尽的金矿，那就是历史。于是，在1996年，李维斯正式成立了高端复刻支线，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品牌灵魂。这个支线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按照历史原样复刻不同年份的经典款。他们从档案库里找出当年的图纸，寻找已经停产的面料，甚至去还原当年的包装纸。在日本市场的带动下，李维斯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超市品牌拆分出了一个神级品牌。这就是李维斯的发财密码之一，极端细分的层次化经营。你可以在折扣店花200块钱买一条仅供日常消耗的消耗品，你也可以花3000块钱买一条充满工艺与情怀的复刻艺术品。对于大众来说，它是耐穿的代名词；对于资深玩家来说，它是一种可以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变化的鲜活面料。这里不得不提到红边这个词，在老式穿梭织机上织出的丹宁布，边缘会有一条白底红线的包边，这能防止面料散开。现代织机的速度快，但织出的面料整齐划一，缺乏灵魂。而老式织机产生的不均匀纹理，在经过掌时兼穿着和洗涤后，会形成层次丰富、色泽迷人的落色，也就是玩家口中的色落。这种时间留下的痕迹，让每一条原牛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日本的收藏家们将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推向了顶峰，进而影响了全球的复古时尚圈。李维斯聪明地利用了这种文化认同感，他们不再仅仅卖裤子，而是卖故事。每一条的腰牌上都刻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1933年的型号有背带扣，代表了穿背带裤的最后荣光。1947年的型号剪裁修身，反映了战后对精致生活的向往。1955年的型号则是典型的宽松版型，那是机车文化盛行的标志。通过不断重复这些历史片段，李维斯成功地在年轻人心中构建了一个丹宁帝国的权威形象。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虽然支线保住了品牌的逼格，但真正支撑起李维斯膀大财务报表的，依然是那些在超市和折扣店里大量售卖的平价系列。
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商业悖论。如果没有这些廉价产品，品牌就没有足够的研发资金和市场占有率；但如果没有高端支线的文化支撑，廉价产品就会彻底失去竞争力，沦为没有灵魂的快时尚。李维斯一直在这两者之间跳着危险的平衡木。在当下的2026年，我们再回头看李维斯的成功，会发现他其实掌握了一种降维打击的手段。他利用深厚的品牌积淀，在不同的价位段都安插了伏兵。他告诉你，你可以穿便宜的李维斯，因为它是正宗的；你也可以穿贵的李维斯，因为它是传奇的。这种全覆盖的策略，让他在面对那些新兴的互联网直销品牌时，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但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复古潮流的过度消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繁琐的养牛过程感到疲惫。那些几个月不洗裤子，为了磨出漂亮蜂窝和猫须的硬核玩家，毕竟是少数。大众市场对于舒适度的追求，正在逐渐超越对历史底蕴的迷恋。李维斯也开始在面料中加入弹性纤维，研发更加透气和轻便的材料，甚至在环保方面大做文章，推出无水染色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市场上看到那么多看起来很像，但价格千差万别的李维斯。从产地来看，美产、日产通常意味着高溢价和高品质，而东南亚产则代表了性价比。从红旗标来看，大写字母的通常比小写字母的更具收藏价值。这些微小的差异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为了那一点点情怀和品牌溢价而买单。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到底是买折扣店的烂大街款，还是买天价的支线？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服装。如果你只是需要一条耐磨的裤子去干活或应付日常穿搭，那几十美金的李维斯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选择。但如果你想感受丹宁文化的深度，想体会面料随着你的身体曲线和生活习惯而缓慢变化的过程，那么那些复刻单品确实有着无法替代的魅力。李维斯的发财密码本质上是对人类心理的一种精准捕捉。它既满足了普通人对耐用品的基本需求，又满足了小众群体对身份标识和历史归属感的渴求。它不仅仅是在卖牛仔裤，它是在定义什么是美式经典。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热爱自由，热爱反叛，热爱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李维斯的故事就永远不会完结。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很多品牌像流星一样划过，但李维斯却像一块被时间打磨得发亮的古铜铆钉，牢牢地钉在了时尚的史册里。从内华达州的矿井到伦敦的秀场，从东京的元素到纽约的街头，这条蓝色的裤子跨越了阶级，跨越了国界。它曾经是劳动者的盔甲，现在是潮流者的圣经。当你再次走进折扣店，或者路过昂贵的精品店时，看着那个鲜红的标签，你或许会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工艺与商业策略交织在一起的传奇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一处磨损，每一道折痕，其实都是历史在现代生活中的投射。李维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从不试图掩盖自己的过去，而是将过去化作最坚固的护城河。即便是在2026年的今天，当我们谈论牛仔裤时，依然绕不开那个从旧金山小杂货店起家的传奇。他教会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品牌，既要能低头看地上的尘土，也要能抬头看星空中的理想。无论是烂大街的平庸，还是天价单品的神话，这都是李维斯面相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在170多年后依然作为行业标杆存在的真正原因。在未来的岁月里，或许牛仔裤的形态还会发生变化，但那份关于真实和坚韧的精神依然会透过那些蓝色的经纬线流传下去。这就是李维斯的发财密码，一个隐藏在每一颗铆钉、每一条缝线、每一块皮牌里的终极秘密。当你穿上它时，你穿上的不仅是一件产品，更是一段正在进行中的历史。这种情感的链接才是品牌最无价的资产，也是它从折扣店到天价柜台始终能够收割市场的利器。牛仔裤的传奇还在继续，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深挖李维斯的商业版图时，我们不能忽视他在亚文化领域的渗透力。从早期的机车党、朋克乐手到后来的滑板少年，李维斯始终精准地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最酷的年轻人身上。这种与亚文化的深度绑定，让品牌拥有了一种天然的防御机制。即便是在时尚潮流快速轮动的今天，每当人们想要寻找一种最纯正、最原始的力量感时，第一反应依然是回归那条经典的501。这种品牌忠诚度不是靠铺天盖地的广告砸出来的，而是靠100多年的文化沉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李维斯也深知，单纯依靠历史是不够的，他们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同样惊人。
比如与谷歌合作推出的智能夹克，尝试将传统面料与现代科技结合；又比如在环保议题上的领先地位推出的再生棉系列，这些举措都在向外界传第一个信号：这个100岁老人依然充满活力，依然走在时代的前沿。这种左手抓传统，右手抓创新的策略，让李维斯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韧性。在收藏市场上，李维斯的表现更是堪称疯狂。一条19世纪末期的破旧牛仔裤，在拍卖会上能拍出数十万美金的天价。这些被时间亲吻过的单品，不再具有功能性，而是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化石。这种极端的稀缺性，反过来又推高了品牌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普通消费者会觉得，如果一条旧裤子都能值这么多钱，那我花几百块钱买一条全新的，简直是太划算了。这种心理暗示是李维斯最成功的营销策略之一。同时，李维斯对于产地的管理也极具智慧。虽然大众款在全球各地生产，但核心的高端型号依然坚持在拥有顶尖工艺的地区制作，比如日本的冈山，那里的职人们用慢速织机和天然靛蓝染料，守护着牛仔裤最后的尊严。这种对产地的执着，实际上是在维持品牌的物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他告诉核心玩家，虽然品牌规模巨大，但它始终保留着那一颗追求极致的匠心。当我们分析李维斯的发财密码时，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对竞争对手的包容与引领。很多高端牛排都是在模仿和致敬李维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李维斯并没有选择一味的打压，而是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复刻水平和品牌层次，始终保持着老大哥的地位。他深知，只有这个行业繁荣了，作为鼻祖的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行业领袖的胸襟，也是他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李维斯到底是烂大街孩，是真神裤？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